還有麻油出狀況，來看70年品牌麻油車，這是家己統購製油工廠所製造的麻油車，冷壓烏麻油被驗出1級的致癌物苯平片超標咯，216罐全部攏收回來。即馬藥事人員嘛前往製造的廠區來調查原料甲製造過程出啥物問題。便到寒天，民眾就愛食補，講到麻油雞食這味上讚，要煮就愛摻麻油才會香。不過70年品牌的麻油車的冷壓烏麻油就檢驗出致癌物苯平片超標。那我們在接獲這個業者通報之後呢，也第一時間派員到工廠去稽查。食藥署甲衛生局人員今日透查這樣口家己的廠區稽查。我們可能比較科學一點的。稽查人員隨機台業者佇咧邊仔說明做產品的製程，調查時間上少2點鐘，表示安慰期是因為業者自處送檢產品，發現這款烏麻油驗到1級致癌物超標了後，佇咧24號就趕緊通報相關單位。繼當港北市衛生局隨派人下課做源頭管理，嘛調查到頂廠佇咧家己的統購事業有限公司，發現問題產品是今年3月26日攏總216罐，攏交由通路商信德科斯配送口問市去賣，要求業者停止製造這個黑麻油。烏麻油出包，衛生局調查出業者是採取假創的方式，向大縣市進口原料商買烏麻的原料，有做油的需求，而且原料商直接送口大縣市去大工廠，再個再等來到廠區做油。問題出佇咧呾相關單位去斟酌調查，就驚產品佫一擺出問題。業者後續會加強檢驗，希望民眾才會安心。